今天的食谱是面食与花椰菜。该成分有：一、西兰花已经削剪洗净，特级出榨橄榄油、意大利面或不加菜泥、一把松子、凤尾鱼、葡萄干、半切碎的洋葱和藏红花。我们去的准备。我们把我们的西兰花和盐在已经沸腾的水10分钟。从烹调，我们使用它用于烹饪面食的西兰花，以这种方式再水会更可口。而烤西兰花，准备锅切碎的洋葱、橄榄油和1凤尾鱼。生火，让炒配料。10分钟后做饭，当洋葱使劲结合西兰花切成小块。我们添加了红花、1把葡萄干和1把松子。继续烹调，加上偶尔有点煮的水，并在此期间，我们扔面食入水，而之前我们已经煮熟的西兰花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我们还没有添加盐，因为我们已经使用这2种。于是从面洗水。很高兴能够加入一点点辣椒。让我们保持酱和畅阵雨混平齐，预留2汤匙，加入少许橄榄油，直到你得到正确的一致性。现在我们结合了意大利面条酱和我们配合这一切。加入拌，我们将混合物续炒。现在摆在锅里，我们面食与花椰菜。作为上盘的基底，我们把西兰花的霜的另一半和意大利面条的鸟朝上方。根据口味与羊奶酪或西西里沙。这道菜完成，食欲好，在所有